会主委陈吉仲到南投草屯的上东里，甲农民来举办座谈会。会中针对农业的议题正讨论。陈吉仲讲，会努力协助农民来解决问题，专心来投入农业的建设。高雄镇的农友来参加农业座谈会，针对农水路维修、树蛙破碎处理等等的议题来表达意见。是不是我们可以在农会，或者是我们一个固定的场域，有一个这样的碎枝机的装置？行政院中办政绩行长蔡培慧邀请主委陈吉仲下乡听农民的心声。怎么解决所有这些农路的问题？怎么解决我们苦茶油所有产销班的自动化、机械化问题？怎么让草屯所有的农业产销可以更顺畅，投入加工跟冷链？那这些议题，农委会都很乐意的、全力的来协助。主委陈吉仲强调，会来解决大家所讲的意见，而且投入更侪基础的农业建设，让农民会当有更较好的生活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